来的毛头小子，敢跟我们竞价，还1000亿！我看你是来捣乱的，识相的滚蛋！这青龙符老子要了！雷战，青龙符我要用来送给玉京的大人物，你争不过我孙家。喂，那个穷小子，不想死就赶紧滚，别在这碍眼。找死！呀！完了，这小子死定了！雷战可是宁脉境的高手，活该，非要自己凑上去找死。太弱，这怎么可能？你这就是你的权利，废物！秒杀，这可是宁脉境高手啊！青龙符是我的，谁有意见？赵旭明，你想去哪儿？3年前我林家被灭，你赵家吞了我家多少产业？4大家族的人都该死！林少，别杀我，都是这位大人指使的，我是被迫的。林凡，你确实很强，但你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。我不管你是谁，动我林家，唯有一死。告诉我，当年的那个戴着面具的人到底是谁？你永远不会知道。找死！林少，饶命啊！任何一个手上沾我林家鲜血的人，都该死。少主，出大事了！苏占狂那个不长眼的疯子，竟然无视神农阁背景，带兵硬闯了分舵。上官鹤重伤垂死，倾城小姐被他抓去战部刑讯室了。老奴该死！老奴要是留在分舵，定要把他苏占狂的脑袋拧下来！苏占狂，我要把你活剐了！北撤，直接撞开江城战部的大门！苏占狂，你这是在找死！林凡哥哥，还想你的林凡哥哥，真是个痴情种啊！不过你那个林凡哥哥现在估计正躲在哪个耗子洞里发抖呢。一定会来的，他来的时候就是你的死期！死到临头还嘴硬，我就在这里等着林凡来送死。少主，这帮蝼蚁竟敢抓走主母，让老奴进去把这战部屠个干净！退下！我的女人，我亲自去救。你的任务是死死守住战部的大门。少主，今天这江城战部，我要亲手血洗。你给我看好大门，连一只苍蝇也不准放出去。老奴遵命，谁敢逃跑，老奴就让他尝尝幽冥地狱的滋味！什么人竟敢硬闯战部重地，立刻抱头蹲下！挡我者死！苏占狂，给我滚出来受死！林凡，没想到你为了一个女人，居然甘愿来送死。苏占狂，倾城若是少1根头发，我要你整个南域军为他陪葬！哼，口气不小，给我杀了他！谁拿下林凡人头，赏金1000万！你这时候还装逼，瞎了眼你死得更快！这双眼见不得同翱相残，但这把刀今日只斩畜生！给我上！他就1个人，还能翻天不成？这怎么可能？这些都是我南域的精锐啊！一群土鸡瓦狗！狂师，你上，快杀了他！终于能见血了！
犯我大夏者，虽远必诛。不可能，王师可是域外雇佣兵之王。轮到你了。别过来！我师父是南域君主宇文烈，你敢动我，就是跟整个南域军为敌，跟整个战部为敌。南域君主，今天就算天王老子来了，也救不了你的狗命。去死吧！这怎么可能？你是个怪物！这些年，你为非作歹，害了多少人？你不能杀我！敢动我的女人，你该死！住手！林凡，我是南域君主宇文烈，立刻放了苏战狂！哈哈哈哈！我师父来了，你死定了！你要是敢动我一下，我师父会把你碎尸万段！聒噪！我说过，谁来也没用。林凡，你竟敢杀我爱徒！你是要与我南域战部开战吗？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。他动我的女人，就是该死。宇文烈，你教徒无方，纵容下属行凶，这笔账我还没跟你算。好个狂妄的北王！别以为你曾是那个传说，我就不敢动你。想动手的尽管来，我不介意让这江城战部变成你们的坟墓。郡主，玉京急电，国主有令，此事有猫腻，让您暂且退兵，不得与林凡发生冲突。据说黑龙域那边100万大军已经集结，随时可能南下。林凡，今天算你走运，但这笔账我南域军记下了。倾城，林凡哥哥，是你吗？我又做梦了吗？不是梦，是我，倾城。3年前我失去了父母，失去了姐姐，这世上你是我唯一的亲人了。只要林凡哥哥在，倾城就不怕。我发誓，从今往后，谁再敢动你一根头发，我便屠他满门。走，我们回家。林凡哥哥，倾城，休息了一晚上，感觉怎么样？都好了，多亏了林凡哥哥你医术高超。倾城，你下床走一走试试。林凡哥哥，我真的还能走吗？我的腿好像还是没知觉。以前是因为经脉尽断，现在我已经帮你接上了。倾城，看着我的眼睛，相信我。林凡哥哥，我真的能走了。我说过，我会让你重新站起来。林凡哥哥，你真好。少主，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？有屁快放！玉京的眼线传来消息，战部和武部已经知道了苏战狂的死讯，正在集结人马杀向江城，说是要拿您问罪。另外，江城剩下那几家豪门也没闲着，正在重金聘请杀手。战部、武部，哼，当年灭我林家的凶手名单里少不了他们的影子。既然来了，那就省得我一个个去找。倾城，别管那些苍蝇，今天是你恢复的第一天，我欠你一个约会，今晚我们去最好的西餐厅。可是外面全是敌人，有我在，就算天塌下来，我也只手撑起。好。张嘴。好吃，林凡哥哥你真好。人都到齐了吗？武部和战部的高手马上就到，还有我们几家花了10亿请来的杀手榜高手鬼刃和毒蛇。3年前那个雨夜，让他像条野狗一样窜了，留下后患。今晚江城各大家族和武部全员出动，这一次哪怕是一只苍蝇，也绝不让他飞出江城。哼哼，直接动手！告诉鬼刃和毒蛇，谁能提着林凡的人头出来，我苏家再加10亿。
放心，3分钟，我要他的命。喂，干什么呢？今晚这地方被我家少主包场了。你们这群人也不撒泡尿照照，穿得人模狗样的，不准进！哪来的老不死？想死我成全你！跟他废什么话？一刀砍了！现在的年轻人啊，火气真大。我都说了，我家少主在里面泡妞，最烦有人打扰。你们非要往枪口上撞，去死吧！哼，螳臂当车，这老头死定了。接下来就是林凡。老东西，下辈子投胎进的长眼！太慢了！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莫非这少主是神兵？我都说了，少主在约会。既然你们不听劝，那就留下吧。这是谁？这就死了？那可是排行榜前10的杀手啊！这林凡身边的看门狗都这么强，这怎么可能？一群废物，还要我们亲自动手？大人们，快杀了他！这老头有点邪门。邪门？在我五部面前，是龙得盘着，是虎得卧着。老东西，报上名来！本座手下不杀无名之鬼。李玄，20年前那一战，你背上的伤好了吗？你是血影老魔！血影老魔，那个当年轻松斩杀3名破武使、血洗半个武林的魔头，他不是死了吗？这个草地的老头是传说中的血影老魔。我刚才竟然想杀血影老魔，没想到还有人记得老夫。不过你们搞错了一件事，现在的老夫不再是什么魔头，老夫现在只是黑龙域龙主林凡座下一介看门家奴。连血影老魔这种桀骜不驯的魔头，竟然甘愿给林凡当看门狗，这林凡到底强到了什么地步？血影老魔，就算你再强，也不过是1人。我身后还有6大破武使、8大执法长老，还有数千精锐，你挡得住吗？人数确实有点多，老夫一个人杀起来是有点累。识相的就滚开，我们可以不追究。所以我叫了帮手。这么热闹，李玄，还记得我吗？赤莲公主，罗青衣，完了，消失20年的女魔头也在这儿，这也是林凡的人。谁敢动我家少主，我就把谁的一身皮扒下来做灯笼。外面好像打起来了，真的没问题吗？倾城，等我几分钟，我去处理些垃圾。今晚的约会还没结束，谁敢破坏，我就让他后悔来到这个世上。哥哥，你一定要小心。林凡，你滥杀无辜，我代表五部和战部宣判你死罪。你也配审判我？我们战部精锐，你看清楚局势。比人多。谁敢动我大哥？黑龙域战王在此！杀！黑龙域大军，你竟然真的调来了大军？这是要造反吗？我说过，江城的天，林凡说了算。我看谁敢动我君主，黑龙域100万兄弟不答应！啊！你私自调兵，这是造反！这是造反！造反！我大哥没卸任，他就是现任黑龙域龙主，谁敢动他，就是叛国！报！玉京急电，国主有令，黑龙域君主身份特殊，事关国本，令我部即刻撤兵，不得有误。撤兵？现在？是。谁敢违抗，按军法处置。该死，就差一步。林凡，算你走运。既然上面有令，我们走。站住！我让你们走了吗？你别给脸不要脸！我们撤兵是给玉京面子，你还想怎样？
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，当我这里是菜市场。3年前参与林家灭门的，留下。逃啊！就为了这点陈年往事，我要是不留的，那就别走了。你正敢杀破无实！任何一个手上沾了林家鲜血的人，都要死。疯子，他是个疯子！老三、老四，当年是你们参与的，自己站出来，别连累大家。还有谁不站出来？今晚所有人一起陪葬。人都交出来了，我们可以走了吗？滚！这怎么可能？战部的大人们跑了！完了，全完了！林凡，你不能动我们！我们是江城4大家族，你要是杀了我们，江城经济会崩盘。4大家族，从今天起，江城再无4大家族。破天听令，在，把这些畜生全绑了。这里离林家老宅30公里，让他们跪下，一步一叩首，爬到我父母坟前谢罪。什么？跪着爬过去？那我的腿就废了。我70岁了呀！3年前我也是听尊主大人的命令行事，李少饶命。哪那么多废话？不爬，现在就砍了你！爸妈，姐姐，3年前害死你们的人，我带来了。林叔叔，林阿姨，倾城来看你们了。小北哥他是大英雄，他给你们报仇了。林凡，林少爷，求求你给个痛快吧，哪怕枪毙我也行啊！痛快？我家人死的时候，你们给过痛快吗？是我们错了，我们愿意把所有家产都给你。哼，你们的脏钱，我嫌恶心，我只要你们的狗命，祭奠亡魂。杀！斩！倾城，刚才吓到你了吗？没有，我只觉得心疼你，背负这么多仇恨，这3年，你一定过得很苦吧？有你在，就不苦。当年覆灭我林家的幕后黑手还在玉京逍遥快活，我会让他们血债血偿。林凡哥哥，无论前路多难，倾城都陪着你。好。江城那边传来消息，4大家族全灭，林凡就是个疯子。这青龙符落到他手里，这可如何是好？爸，你慌什么？4大家族不过是江城的土包子，哪能跟我们金陵孙家比？可是，那个林凡，青龙符是送给玉京大人物的关键礼物，必须拿回来。你有办法？听说林凡很宠那个叫叶倾城的女人，哼，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，我孙梦瑶亲自出马，没有男人能拒绝。我要让他乖乖把青龙符送给我，再让他跪在我面前求饶。小姐，需要我出手吗？不用，对付男人，本小姐有的是手段。先礼后兵，我要去会会这个黑龙域君主。
哇！林先生，真巧啊！有事儿？我是金陵孙家的孙梦瑶，之前在拍卖会上见过林先生的风采，一直念念不忘。不知林先生肯不肯赏脸，陪小女子喝一杯？不好意思，我男朋友没空。哟，这大概就是叶小姐吧，长得倒是清秀，可惜小家子气了点儿。男人做大事，还是需要一个像我这样有背景的贤内助才行。林先生，我们孙家在金陵可是顶级豪门，只要你跟我合作，整个江南都是你的，怎么样？考虑一下。滚！我对公交车没兴趣。你说谁是公交车？倾城，走吧，别被垃圾熏到了。该死的林凡，竟敢凶我！从小到大，还从来没男人敢这样对我。小姐，要动手吗？他身手不凡，硬抢青龙符恐怕有风险。硬抢不行，那就逼他乖乖交出来。本小姐打听过了，这小畜生重情重义，刚刚重修了林家老宅的陵园，还派了个叫林九的残废老狗在那儿守墓。小姐的意思是，带人去林家老宅，把那个老残废给我抓起来，再把林家父母的坟给我掘了。我倒要看看是他的骨头硬，还是他父母的骨灰重要。我要让他跪着把青龙符送到我面前。明白，这就去安排。大哥，我想死你了！黑龙域那边暂时安顿好了，我立刻就赶过来了。来了就好。江城的事情刚解决，当年的血仇背后还有更大的幕后黑手。老杨，你怎么了？怎么当乞丐了？上官鹤，你怎么弄成这副德行？神农阁的人呢？龙主，我有罪，我被逐出神农阁了。逐出神农阁，因为苏战狂的事。是，苏战狂死后，神农阁总部怕担责，直接把我当弃子扔了。更可恨的是，我那徒弟陈浩竟然欺师灭祖，吞了我的家产，还把我打成这样赶出来。啊！混账！这还能忍？那个陈浩在哪儿？老子去捏死他！是我连累了你，放心，你的公道我替你讨回来。现在就去神农阁。都听清楚了，以后这江城神农阁我说了算。那个老东西上官鹤已经被除名了，谁要是敢接近他，就是跟我陈浩作对。哟，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那个臭乞丐带着帮手回来了。逆徒！你竟然还有脸在这发号施令！当年我收留你，教你医术，你就这么报答我？哼，老东西少跟我提当年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现在的神农阁是总部孙长老罩着的，你算个屁！还有你林凡是吧？别以为灭了4大家族就能无法无天，这里是神农阁，想撒野滚一边去！无法无天，今天我就让你看看什么是真正的无法无天。你想干什么？保镖，快来人！来人！
你的手既然不会救人，只会害人，那就别要了。我的手！你废了我的手！村长老救我！放肆！谁敢动我的人？孙长老，就是他，他废了我的手，这是在打神农阁的脸啊！你一定要为我做主，杀了他！年轻人，好大的胆子！你可知这是什么地方？敢在这里伤人，就是与整个大夏一道为敌。大夏一道，就凭你们这些藏污纳垢的垃圾，也配代表大夏一道？好，很好，来人，把他给我拿下，生死不论。今日我就要替天行道。住手！通通住手！天哪，那是玉京来的医生李长青老先生，神农阁的3大副阁主之一。周老怎么亲自来了？周老，您来的正好。这个暴徒闯进神农阁伤人，还废了我的手，这种人必须严惩，绝不能姑息啊！周副阁主，这就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匪徒，我正准备清理门户。是吗？清理门户。林凡，这次你死定了！惹恼了周老，神仙也救不了你。等你被抓起来，我要亲手把你的骨头一寸寸敲碎。属下神农阁副阁主李长青拜见阁主，属下来迟，让阁主受惊了，请阁主恕罪。阁主，这怎么可能？他是阁主，这怎么可能？楼主是神农阁阁主，这个杀神林凡竟然是传说中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神农阁新任阁主。怎么，很难以置信吗？混账东西，这就是老阁主钦定的继承人，你们竟敢对阁主不敬，想造反吗？阁主，我有眼无珠，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我该死，我该死啊！完了，全完了！孙长老滥用职权，陈浩欺师灭祖，按照盟规，如何处置？废除医术，逐出神农阁，永世不得行医。那就动手吧。阁主，如今神农阁风雨飘摇，域外医师虎视眈眈，下个月就是医界交流大会，东瀛和高丽的医师叫嚣要灭亡我大夏一道，还请阁主出手主持大局。域外蛮夷也敢觊觎我大夏国粹？放心，1个月后我会亲自去教他们什么叫中医正统，让他们知道想灭我大夏一道那是痴人说梦。有阁主在，我大夏一道有救了。龙主，出事了！孙梦瑶带着金陵的高手突袭了林家老宅陵园，他们还带着炸药，说您不带着青龙符滚过去，就炸平林家祖坟。敢掘我父母的坟，孙梦瑶，你再找死！这肯定就是林凡那短命父母的墓碑，敢羞辱我，我要让1000倍万倍还给他。你们想做什么？我做什么？你一个残废还不配知道？滚开！你们不准上前！只要老奴还有一口气，你们休想动老爷夫人的安息之地！真是条忠心的老狗。林凡那个缩头乌龟怎么还不来？他要是再不拿青龙符来换，我就先剁了你的手，
再把这2个破坟炸成粉末。少爷会为我们报仇的，你们这群畜生不得好死！还敢顶嘴！孙凯，给我把他的手砍下来，把坟掘了！是。老东西，下辈子投胎记得选个好主子。动我林家中仆，掘我父母陵寝，孙梦瑶，你想怎么死？林凡，你终于肯像狗一样滚过来了。青龙符带来了吗？五叔，对不起，小北来晚了。少爷，老奴没用，差点没保住老爷的坟。五叔，你护得很好，剩下的交给我。今天伤你的人，一个也活不成。你不仅惦记青龙符，还敢动我父母的墓！快杀了他，把青龙符抢过来！小子，休得猖狂，看我长风剑法！怎么可能？孙凯是半步宗师，在我眼里，连蝼蚁都不如。不，别杀我！我是孙家大小姐，我不要青龙符了，我可以给你钱，整个金陵都是你的。留你一条狗命回去报信，滚回金陵告诉孙无道，3天内如果不带着孙家全部资产来我林家祖坟前跪下谢罪，金陵孙家鸡犬不留。属下来迟，请龙主降罪。把五叔带回去，用最好的药医治。重兵把守陵园。是。林凡，你竟敢打我！我孙梦瑶发誓，定要让你碎尸万段，让那个贱人生不如死！小姐，那个林凡太可怕了，他的实力深不可测，我竟然连他随手一击都挡不住！闭嘴！长他人志气，他再强能强过我金陵孙家100年的底蕴，能强过玉京那位大人？可是小姐，他说3天不交出全部家产谢罪，就要灭了我们孙家。灭我孙家？他做梦！走，立刻回金陵通报我爸去。他林凡赶来金陵，我要让他有来无回。林凡哥哥，这个孙家太恶毒了，为了抢青龙符，连死人都不放过。五叔年纪这么大，差点就被他们打死了。想要染指青龙符，这个孙家背后肯定和当年那个面具人脱不了干系。他们敢触碰我的底线，金陵孙家就不该存在。少主，刚刚得到情报，金陵孙家那丫头连夜逃回去了，并且孙家家主孙无道得知此事后大发雷霆，已经开始召集金陵各路高手。召集高手，正好，省得我一个个去找垃圾。备车，明天一早我们去金陵。是。爸，你一定要给我做主啊！那个林凡不仅毁了我的容，打伤了孙凯，还口出狂言，说要让我们把孙家全资拱手相让，否则3天内灭我们满门。家主，属下无能。那林凡的实力极其恐怖，绝非普通的武道宗师，请家主早做决断。好一个黑龙域龙主，好一个猖狂的林凡！真以为踩了江城几个3流家族，就能在我金陵100年世家面前耀武扬威了吗？家主，这小子欺人太甚，绝对不能向他低头，否则我孙家以后在江南还怎么立足？杀了他，用他的头颅立威！灭我孙家？哼！玉京大人已经派了特使来金陵视察，这林凡是自寻死路。真的，
玉京的特使在金陵。不错，特使大人身边可是带着真正的绝顶高手。只要我们借特使之手，那个林凡就算有3头6臂，也必死无疑。传我命令，开放孙家演武场，集结所有暗卫和供奉，在演武场摆下天罗地网，等那个小畜生来送死。大哥，这次去金陵，兄弟我终于能大开杀戒了吧？江城那帮废物都不给我塞牙缝呢。当年林家灭门，金陵孙家脱不了干系，这次的账一起算。少主，情报网显示，孙家在他们的演武场集结了数百名高手，还请了外援，似乎有玉京的人参与。玉京，那最好不过。我正愁找不到当年的元凶。这里是金陵孙家重地，闲杂人等滚开！今天不接客。接客？我是来收命的。你是那个林凡，好大的胆子！家主正等着你呢，给我上，先废他双腿！大哥，这群苍蝇交给我。走，进去。爸，特使大人，就是他，他就是林凡。林凡，你还真敢来送死！我给了你们3天时间，显然你们没有做好把脖子洗干净的准备。你就是最近在江城闹得沸沸扬扬的那个林家余孽，有点胆色。不过在绝对的强权面前，你只是一只比较强壮的蝼蚁。你又是哪条乱吠的狗？放肆！本座乃玉京王族特派江南的巡查使。好个狂妄的林凡，竟敢不把玉京王族放在眼里！阿鬼，过去把他的舌头给我拔下来，我看他还能不能这么嚣张。遵命，特使大人。小子，能死在我这玉京第一快刀手里，是你的荣幸。特使大人的贴身护卫出手，这小子死定了！给我划烂他的脸！大哥，我来，我把他牙打下来。不用，跳梁小丑而已。这怎么可能？我的夺命刀，就算是大宗师都不敢硬接。玉京第一快刀如同千年玄铁，太慢了。这怎么可能？阿鬼可是武道大宗师啊，竟然被一招秒杀！你到底是什么怪物？现在该你们了。快拦住他！谁杀了他，我给10个亿！林凡，你不能动我，我代表的是玉京秦家，背后是尊主大人。秦家，好，很好，终于跳出来一条大鱼。放开我，秦家不会。我会亲自去玉京，让秦家全族在林家祖坟前跪地忏悔。至于你，先下去给我父母磕头吧。到你了，李少饶命！李少饶命啊！一切都是这逆女惹的祸，跟我无关啊！
爸，你把我推出去！我给你们孙家一个机会，这把刀，只有一个人能活着走出去。不要，林凡，你这个恶魔！女儿，对不起了，为了孙家的血脉能延续，你安心上路吧。爸，你不得好死！破天，这老东西脏了我的眼，一起处理掉。孙家产业全部查封。是，大哥，绝不留后患。林凡哥哥，你终于回来了，我好担心你。傻丫头，我说了，没人能伤得了我。金陵孙家已经成为历史了。林凡哥哥，只要你平安就好。阁主，出大事了，请阁主出手救救大夏一道。上官鹤，谁把你伤成这样？阁主是东瀛人，原定下个月的1届交流大会，东瀛一道代表团提前抵达了。提前就提前，正常切磋怎么会见血？他们根本不是来切磋的。那个叫山田健次的东瀛天才，不仅一武双修，还带着人直接踢馆我们神农阁总部。他连赢了我们会内10位精锐医师，还出言侮辱大夏医术是垃圾。李长青副主气不过与他比试，结果被人在药理上算计，不仅落败，还被山田健次打断了双腿，生命垂危啊！东瀛蛮夷，居然敢跑到大夏的土地上伤我神农阁的人。林凡哥哥，他们太嚣张了。放心，既然他们找死，那我成全他们。带路去神农阁。今天我要让这帮东瀛蛮夷竖着进来，横着出去。大夏医道不过是东瀛医术的残次品，从今天起，我都要承认中医的根在东瀛。畜生，放开钟老！谁敢上前，死！我跟你们这些畜生拼了！听说你们那个缩头乌鸦阁主叫林凡，他人呢？是不是吓得尿裤子，躲进棺材里了？在我的地盘上叫嚣，你是嫌命太少了吧？你就是林凡，我还以为是什么3头6臂，原来只是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子。周老，对不住，我来晚了。阁主，不要管我，他们有备而来，那是化骨散。在我面前，阎王也留不住你。龙凤回天针，你竟然会这种失传的针法！既然你认出来了，那也该知道，犯我大夏医道者，虽远必诛。我的腿有知觉了，毒全解了。阁主神医盖世，这等失传的神技，简直是我大夏医道之幸啊！阁主威武，大夏医道不朽！不可能！化骨散是我大东域帝国第一毒师，耗费10年研制，天下无解。你一定是用了什么障眼法？井底之蛙，你们所谓的东瀛第一毒师，不过是偷学了我大夏古中医的一点皮毛而已，也敢在这班门弄斧！八个，竟敢侮辱我大东瀛帝国，林凡！我要向你发出死斗挑战，即可医术，也分生死。就凭你，也配跟我提生死？怎么，你堂堂神农阁阁主怕了？如果你输了，大夏神农阁就此解散，你也要当众跪下，承认大夏医道是垃圾。放肆！你算什么东西，也敢跟我们阁主叫板？好，我接了。但如果你输了，
我要你们这群东瀛狗全部跪着爬出大厦！狂妄至极，结账！阁主小心，这是见血封喉的幽冥伞，只要吸入一丝，就会五脏溃烂。蠢货，中了我的幽冥伞，10秒之内必化为一滩血水。大夏神农阁，今天就是你们的末日！这就是你的毒药，怎么连给我提神的资格都没有？你为什么没有化成血水？这绝对不可能！你的手段用完了，现在该我了。你给我下了什么？大夏蛊毒，万蚁噬心。好好享受你们东瀛学不到的精髓吧。好痒，好痛，救命啊！八嘎，快给山田少爷解毒！所有人一起上，给我把他剁成肉酱！不知死活的东西！怪物，你是魔鬼，根本打不赢！撤，快点，少爷撤！我大夏的领土，是你们一群蛮夷想来就来、想走就走的。说，你们东瀛人为何突然提前来江城踢馆？是谁在背后指使你们？我说，我全都说。快给我解药！是玉京秦家，是他们指使的。玉京秦家。秦家特使暗中联络了我们，让我们提前来提本，不仅要打压大夏一道，还要趁乱抢走神农阁的镇盟之宝神农鼎。求求你，给我解药吧！滚回去告诉你们的东瀛主子，再敢踏入大夏半步，我林凡必亲临东瀛，灭你们满门！我的修为，你废了我的丹田！滚！再多说一句，你们都要把命给灭！阁主威武！阁主威武！阁主威武！阁主无敌！神农鼎，玉京秦家大费周集，甚至不惜勾结东瀛人来砸场子，就是为了这么一个炼药的鼎。阁主有所不知，乃是我大夏医道的无上至宝。传闻其中不仅蕴含着能生死人肉白骨的医道传承，更隐藏着一个惊天大秘密。什么秘密？阁主，其实林家先祖与神农阁祖师曾立下古老契约，青龙符是武庙，神农鼎是医庙。只有两物合一，才能开启传闻中埋藏着大夏气术与举世神功的龙脉宝库。秦家及其背后的尊主，为的就是篡国窃天。怪不得他们连东瀛狗都敢引进来，这帮畜生野心居然这么大！好，很好。3年前他们灭我满门，我要一点一点把账收回来。阁主，神农鼎如今封存在药王谷密库，需要3把钥匙同时开启。我手里1把，药王谷谷主柳玄真手里1把。执法副阁主韩千成手里还有1把，只是韩千成这些年……李长青，你果然老糊涂了，这种机密也敢对一个毛头小子和盘托出？韩千成，见了阁主还不跪下？阁主，一个靠老东西临终托孤上位的小杂种，也配让我韩千成下跪？林凡，你可能不认识我。本座韩千成，神农阁执法副阁主，兼修医务，一手列班长早在10年前便宗师之境。放眼大夏神农阁，除了那几个老怪物，谁见了我不得低头？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，也敢拿着鸡毛当令箭？副阁主一掌能拍碎青石碑，这小子完了！得罪副阁主，今天怕是得横着出去。林凡，我给你一个活命的机会，立刻跪下，把青龙符交出来，再自废双手，跟我回玉京请罪，否则今日我便带长老院清理门户。说完了？怎么怕了？我只是想听听，一条狗在死前能废出多少废话。找死！看我列碑掌！阁主小心！
副阁主被一巴掌抽飞了。一招打得好！不可能，我可是宗师。宗师，在我面前，宗师连给我看门都不配。现在你跪的标准多了。你敢废我双腿？你知不知道我是执法副阁主？我一声令下，神农阁执法庭数百弟子都能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试试。执法堂弟子听令，给我接黑云锁杀阵。谁能拿下林凡，本座赏他一部宗师一境。阁主小心，这是执法堂的黑云杀阵，专门对付宗师。当年有2位武道宗师就是死在这阵下。不错，这阵法一成，宗师也得饮恨。林凡，你能逼我们动用杀阵，已经足够自傲了。你们这群大逆不道的东西，这可是阁主！就这点实力，也想伤我？你怎么可能那么强？一脚破宗师杀阵，阁主神威。把钥匙交出来！晚了，钥匙我早已送往玉京秦家。不是厉害吗？那你去秦家拿呀。可惜你还没到玉京，秦家二爷秦振山就会先把你女人带走。你再说一遍。秦二爷说了，叶倾城那种女人送去玉京做个暖床丫头最合适。等玩腻了再卖。入他者死！你对我做了什么？阿珍，你现在但凡有一个字说谎，经脉就会一寸寸炸开。说秦振山何时动手？药王谷后山密库，今晚秦振山会带铁掌门、黑煞楼和武术高手杀进去，逼柳玄真交钥匙。这个老狗真把药王谷卖了！林凡哥哥，不好了！大伯带人堵在别墅门口，要抢爷爷留下的盒子。倾城，别怕，我马上到。谁敢碰你一下，我让他挫骨扬灰。小贱人，把盒子交出来！你爷爷老糊涂了，才把这东西留给你。这是叶家的祖产，轮不到你一个赔钱货霸着。爷爷说过，这盒子只能交给林凡哥哥，你们休想抢走。林凡哥哥，哼，他都泥菩萨过江了，得罪玉京秦家，他死定了。你现在把盒子交出来，还能救我们叶家。一群老东西自己想卖主求荣，还扯什么救叶家？要不要我先送你们去医院看看脸皮有多厚？文人破天，你少吓唬我！今天我请来了真正的高手。老夫洪烈，铁掌门长老，30年前便已踏入宗师，一双铁掌开砖裂石，在江南武道界谁人不知？今天我奉秦二爷之命来取盒子，识相的自己交出来。听见没有？这位可是宗师，林凡来了也得乖乖跪下。宗师，就这也值得你们吹成这样？老东西，你找死！老夫这一掌下去，能把你劈成肉泥。你说想把谁拍成肉泥？别怕，我来了。林凡哥哥，看来我上次还是太仁慈了，才让你们觉得我林凡的女人是可以随便欺负的。林凡，这是我们叶家的家事，你一个外人，在老夫面前还敢逞凶，
小子，你太猖狂了！老夫乃是宗师，一掌曾拍死过铜镜宗师，你能死在我手里，是你8辈子修来的福分。太好了，洪长老出手了，林凡死定了。宗师，垃圾而已。我说了，你只是垃圾。洪长老被一拳秒了，这怎么可能？还有谁想抢？林少饶命啊！我们也是被逼的，是秦家的人找上我们，说只要拿到盒子，就保我们叶家一世富贵。是啊，林少，我们一时鬼迷心窍。看在老爷子的面子上，饶了我们吧。刚才骂倾城是赔钱货的时候，你们不是很威风吗？怎么现在全成软骨头了？爷爷才走没多久，你们就想拿我去向秦家邀功，你们还是人吗？阁主，这盒子上的封文是药王谷的密印。难道叶老爷子当年竟和药王谷有救？药王谷密印，这是第3把钥匙。我明白了，柳玄真手里的那把钥匙是假的，真正的钥匙一直在叶家老爷子手里。好家伙，那秦振山岂不是白折腾了？就算柳玄真手里的钥匙是假的，秦振山肯定也不会放过药王谷。你是不是觉得我还会放你走？不敢。把他们拖出去，跪在门口自己抽自己耳光，每人100下。少一下，断一根手指。明白，这活儿我熟。少主，药王谷果然出事了，秦振山已经带人杀进谷中，柳玄真重伤，谷中弟子死伤惨重。而且秦振山放话说，您若1小时内不到，他就把柳玄真的女儿扒光了吊在谷口，等您去收尸。备车，前往药王谷。明白。柳玄真，我的耐心有限，把钥匙交出来，我可以只杀你1人。秦振山，你做梦！神农鼎是1道圣物，岂容你们秦家染指？柳玄真，认命吧！本门主铁无风，铁掌门门主，乃是半步大宗师，一双铁掌纵横江南。再不交钥匙，本门主先拍碎你的天灵盖，再当着你的面，好好宠幸你女儿。无耻！柳谷主，除了铁门主，今晚还有我黑煞楼助阵。我鬼刀在杀手榜排行第3，死在我刀下的宗师不下10人。你女儿这般姿色，若你再不识抬举，兄弟们可就要先享用了。听见了吗？今晚站在这里的个个都能要你的命。柳玄真，你一个破谷主，拿什么跟我秦家斗？秦振山，你敢！爹，别管我，绝不能把钥匙给他们。哼，老东西，你还撑什么？本北主这一掌名为碎金掌，曾一掌拍死黑龙域退役宗师。今天你能死在我这一掌下，算你荣幸。拿一个女人威胁别人，这就是玉京秦家的做派，一群见不得光的垃圾。
也配染指神农鼎？你就是林凡，很好，你总算来送死了。你就是林凡？刘谷主，抱歉，我来晚了。林凡，你一个人还真敢来送死？也好，省得我去江城抓你。记住了，我叫秦振山，玉京秦家二爷，秦家现任家主的亲弟弟。放眼玉京，谁见了我不得恭恭敬敬叫一声秦二爷？你一个没落林家的余孽，见到我理应先跪。小子，秦二爷一句话就能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听说你在江城闹出点动静，就真以为自己无敌了？今晚有本当主在，你连靠近秦二爷3步都做不到。你快走！这里有大宗师和黑煞楼高手，你救不了我们的。柳小姐，你这话说的太早了。就这帮废物，还不够我大哥热身。铁门主，先把这小子的4肢打断，我要让他跪着像条狗一样求饶。秦二爷放心。小子，你给我听好了，老夫铁无风，铁掌门门主，半步大宗师强者。我这双铁掌曾生死虎豹，一掌震死宗师。今晚能让我亲自出手，是你上辈子修来的福分。大哥，这个交给我吧。这种货色，用不着你。小子狂妄，受死吧！不可能！我是半步大宗师，铁无风被一拳秒了，好强！这点本事，也敢在我面前装？下一个，轮到你了。鬼刀，别丢了黑煞楼的脸！你可是杀手榜第3，专斩宗师，去把他给我剁了！秦二爷放心，刚才铁无风那个蠢货只会硬碰硬，死了活该。可我不一样。小子，记住了，我叫鬼刀，杀手榜第3。我最擅长的就是猎杀比我强的人。5年前，江南第1快剑死在我手里；3年前，西北狂刀也成了我刀下亡魂。我的刀一旦出鞘，必见血封喉。你能逼我拔刀，足以自傲了。李先生小心，这刀上涂了黑煞楼的噬心毒，沾上一点，宗师都活不过1炷香。听见了吗？所以我劝你别挣扎，跪下自废武功，我还能给你个痛快。说完了，怎么怕了？我是嫌你废话太多。找死！好快！完了，看不清。什么？你的快刀就这？你到底是什么实力？死人不需要知道太多。他到底有多强？此子深不可测。很好，怪不得你敢这么狂。不过林凡，你真以为赢了2个废物就有资格在我秦振山面前叫板？老夫5年前便已踏入武道绝巅，乃是真正的大宗师。这些年死在我手里的宗师不下10位。林凡，能让我亲自送你上路，是你最大的荣耀。大宗师，
大宗师，你这种货色我杀过太多，已经没印象了。这一拳叫镇山河，曾一拳打穿过一位铜镜大宗师的护体罡气，把他活活打成血雾。今天你能死在这一拳下，足够吹嘘到阴曹地府了。爹，他真能挡住吗？给我死！又一个来送死的！什么？这就是你的镇山河，如此轻飘飘，也敢在我面前嚣张？这秦镇山被秒了，如此无敌，莫非他是传说中的王静？不可能！我可是秦家二爷，我背后是玉京秦家，是尊主。你敢这么伤我，秦家绝不会放过你，尊主更会把你碎尸万段。秦家，尊主，别急，等我处理完你们这些小鱼小虾，自然会亲自去玉京，把他们一个个从狗窝里拖出来。林凡，你不能杀我！我知道韩千成交给秦家的那把药旗在哪儿，没有我，你们进不去密库。林先生，先留他一命。神农鼎密库机关重重，没有药线，我们进不去。从现在起，你最好有一句说一句。若敢骗我，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后悔活着。不好，密库禁制被触动了，药王谷里还有秦家的人。还有漏网之鱼，那正好一并宰了。刘谷主，别来无恙。韩百川，竟然是你！爹，他就是谷中内鬼。不错，此人本是我药王谷执事，3年前突然失踪，没想到竟投了秦家。识时务者为俊杰。药王谷守着神农鼎数十年，却连碰都不敢碰，简直暴殄天物。我投靠秦家，才是真正的明路。这位想必就是江城闹得沸沸扬扬的林凡了。你就是漏网之鱼。老夫韩百川，昔日药王谷第1机关师，现为秦家外堂长老。这密库门前的机关，全由我一手布下。你就是有3头6臂，也是在劫难逃。韩长老出手，谁来都得跪。这石门前一步一杀机，林凡死定了。不可能，你的护体罡气怎么可能防得住我的毒箭？还有吗？此乃地火焚天阵，曾困杀过大宗师林凡，你死定了！这可是能围困大宗师的阵法，你怎么可能一脚破阵？这等霸道手段，太恐怖了！什么第1机关师，不过是个笑话。拦住他！快拦住他！
你到底是什么怪物？说吧，你想怎么死？李先生饶命！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也是被秦家逼的，是秦振山许我荣华富贵，我一时鬼迷心窍，才会背叛药王谷。畜生！药王谷待你不薄，你竟然去投奔秦家，你还有脸求饶？钥匙交出来。李先生，钥匙就在我这儿，我给你，我马上给你。只要你饶我一命，我还可以替你指认秦家在药王谷布下的暗线。我有用，我真的有用。拿到了。可惜了。爹，林先生，这把钥匙没错，可我手中的这把却是假的，石门依旧无法打开。假的？什么意思？10年前，玉京秦家已开始暗中渗透神农阁和药王谷，我担心第3把钥匙迟早会暴露，便与叶老爷子商定，由我明面上保管一把假钥匙吸引视线，真正的第3把钥匙则秘密交给叶老爷子保管。所以这些年所有人盯着药王谷，其实都被蒙在鼓里。不错，若不是如此，真正的钥匙恐怕早已落入秦家之手。该死！原来我们一直定错了。你说的是这个吧？没错，这才是真正的第3把钥匙。没想到李先生早把钥匙拿到手了。李先生，钥匙已经凑齐了，求你饶我一命，我愿意给你做牛做马。做牛做马？就凭你这种吃里扒外、背叛师门的畜生，也配？不要！3药如今齐聚，再加上青龙符，还请您开门。走，我们进去。手持5药者可入，其余人擅闯者死。果然是守墓人一脉，传说他们世代守护神农鼎秘库，只认5药，不认人。持5药者可单独入内，其余人退，善进1步，死。老头，口气不小啊！哼，知道站在你面前的是谁吗？我大哥肯进这密库，那是给你面子。呵呵，聒噪！有点东西。守墓人沈藏果然强大，连破天先生都被震退了。老夫守墓30年，死在我帐下的宗师已有21人，大宗师也有3人。规矩就是规矩，谁乱谁死。前辈，这林凡根本不是来守护神农鼎的，他狼子野心，想要夺鼎，您快出手杀了他！
只要您杀了他，我秦家愿奉上1000年药材，重谢守墓人一脉。卑鄙！你持5药而来，想入密库，先过我这一关。你要拦我？规矩如此。5药之主，若无镇压密库之能，便没资格进门。这是半部王境，王境之下无敌的存在。林凡，你不是狂吗？守墓人前辈可是货真价实的王境，你在外面能嚣张，可在真正的王境面前，你算个屁！出手吧，借我3丈不死，方可入门。哼，半步王境，说实话，太弱了。疯了！这小子绝对疯了，竟敢说半步王境太弱！黄土挡诛，第1丈断山。李先生小心！这怎么可能？这就是第1丈，跟挠痒痒差不多。守墓人被震退了。好，再接第2丈，烈海！他能接住吗？散！言出法随，你，老头儿，现在知道我大哥有多强了吧？他竟然这么强！第3丈灭生，若你能接下，老夫认你为主又何妨？这一击几乎已经达到王境的水平。玩够了吗？你3仗打完，也该轮到我了。半步王境强者，竟也挡不住他1掌。守墓人沈仓拜见5药之主，先前多有冒犯，请主上恕罪。现在我能拿神农鼎了吗？主上请，神农鼎等您多年了。这就是神农鼎，这便是药王谷，也是整个神农庄守护了数百年的至宝。弟子沈仓拜见祖师残魂。药王谷后辈柳玄真拜见祖师。药王谷后辈柳清月拜见祖师。青龙府认主，林家血脉未绝，看来老夫当年留下这缕残魂，总算没白等。你是何人？老夫药尘子，约莫300年前，世人称我为神农阁祖师，也是神农鼎上一任执掌者。300年前？不错，老夫真身早已化作尘土，如今留在这里的，不过是一缕借神农鼎苟存至今的残魂。300年前，林家先祖与老夫曾立下血契。林家支5药，神农阁守1药，共振龙脉宝库，不许外人染指。看来几百年前就有人惦记龙脉了。龙脉者，国运也，有人想守，自然也有人想窃。当年老夫在作画前便预料到神农鼎与青龙符再度合名，便说明窃脉者已现，天下将乱。你既能持青龙符来到这里，便说明林家的因果终究落在了你身上。你要面对的窃脉者实力很强，不管是谁，敢动我林家，敢觊觎大夏龙脉，我都会亲手宰了他。好，林家后人就该有这份气魄。此鼎并非单纯炼药之器，它既是1道圣物，也是镇脉之药。你既持5药而来，神农鼎自会择主。若他认你，便说明你有资格继承林家与神农阁先祖留下的一切。
林家后人龙脉不可失，神州不可乱，莫要辱没了先祖之名。认主了，神农鼎认主了，我秦家威仪！数百年了，药王谷守护数百年的至宝，今日终于等到了真正的主人。全完了。现在你可以上路了。林凡，林少，别杀我！我知道很多秦家的秘密，我还能替你指路，我还能帮你对付尊主。就你这条老狗，也配谈条件？大主，老奴看这狗东西舌头倒是挺长，不如先割下来。别！我说，尊主在秦家和武部都安插了大量人手，他一旦知道神农鼎认主，绝不会坐视不管，最多今夜他的人就会杀到药王谷。什么？此地密库异动太大，尊主若在附近布有眼线，的确瞒不过他。来得正好，省得我一个个去找。林凡，交出青龙符和神农鼎，我留你全尸。鬼面修苏大人，快救我！废物，连一座药王谷都拿不下，还让神农鼎落入外人之手，你也配我救？尊主自己不敢来，就派条狗过来送死。送死？林凡，你在江城杀些废物，真把自己当成天下无敌了？我乃尊主座下4使之一，鬼面修苏，一身修为早已踏入半步王境。今夜我亲自出手，你插翅难飞。半步王境，大哥，今晚又能踩死个会叫的。小主，这帮杂碎要不要老奴先清一清？不用，今晚来抢我东西的人，我亲自杀。动手，枪顶！小心！一群蝼蚁也敢来抢我的东西！一脚就杀了这么多人！林凡，你杀得了这些废物，杀不了我。我乃尊主座下4使之一，半步王境。今晚我要亲手摘下你的脑袋，拿回神农鼎和青龙符。主上小心，这是修苏鬼手！不可能！我可是半步王境。半步王境，在我面前，哼，不过是大一点的蝼蚁。给我拦住他！啊！想跑？问过你破天爷爷没有？饶！敢抢我的东西，你没有资格求饶。尊主不会放过你。那就让他亲自来。修苏大人死了，快逃啊！我让你们走了吗？痛快！少主一出手，这帮杂碎连滚回去报信儿的资格都没有。怎么可能？连鬼面修苏都死了！怎么，现在知道怕了？少主，这老狗现在怕是吓得都要尿裤子了。现在轮到你了。林少饶命！我说，我把我知道的全都告诉你。
说。秦家早就做了2手准备，如果药王谷夺鼎失败，就立刻转抓叶倾城。尊主说过，你最重情义，只要把那个女人捏在手里，不怕你不低头。卑鄙！而且玉京那边早已布好局，秦家祖宅、五部救人，全都在等你入境。林少，我知道的就这些了，我真的只是奉命行事。拿倾城威胁我，很好。林少，我都说了，饶我一命，我以后跟你做牛做马。你配？秦家敢把主意打到倾城头上，那就别想再留一个活口。谷主，前谷口和药田那边还有不少伤员，需要立刻安置。林阁主，后山血气太重，不如先回正殿稍作歇息。我也好立刻安排谷中善后。主上，神农鼎刚认主，你也需要暂时稳一稳气息。先回正殿。倾城那边也有消息，立刻来报。秦家这帮杂碎，打不过居然想冲嫂子下手，真他妈下作！他们最好别真碰主母，不然老奴非把他们的皮一张张剥下来。少主，江城来报，云顶周围今夜突然出现多股陌生势力，其中有5部残党，也有东瀛人踪迹。罗青衣大人已经带人先行拦截。回江城。是。老奴这就去备车。谁敢碰倾城，我灭他满门！记住了，抓活的。秦家那边说了，叶倾城活着比死了值钱。林凡废了山田君，这次先抓他的女人收点利息。一群畜生！少爷不在，谁也别想进这道门。胆敢踏前一步，杀无赦！上！找死！敢打我家主母的主意，你们的狗胆倒是挺肥。黄老，今晚来的人，一个都别留。东营狗来一个，我杀一个。说！撤！快撤！动了我的女人，
还想走？林少饶命，我们也是奉命行事，是秦家让我们来的。五部那边也有人点头了，我们只是想混口饭。混口饭，混到我女人头上来了。别怕，我回来了。他们一直盯着我，我怕自己又变成你的拖累。傻瓜，你不是拖累，是我的逆鳞。谁碰我就杀谁。少主，玉京来报，秦家已经联合五部东营势力，在玉京放出话来，要在3日后设下杀局，等您入京。少主，这是从那些人身上搜出来的信物，分别是秦家、东营和五部的信物。五部、东营、秦家，倒是都凑齐了。一群乌合之众，正好省得少主一个个去找。主上，这说明尊主已经把能用的棋子都摆出来了。他想借秦家的局，把我拖进玉京，再慢慢围杀。少主，那我们要不要先下手为强？自然要。不过在去玉京之前，江城还有一件事没处理干净。少爷，什么事？叶家。大伯他们，秦家五部的人能这么快找到云顶别墅，不可能没有本地人递消息。叶奎那群人早就不老实了。那几个白眼狼，老奴早看他们不顺眼了。大哥，今晚顺手把他们也收了。去叶家，说真是他们通风报信，那就把账一次算清。使者大人，您放心，叶倾城从小在叶家长大，他的习惯我们最清楚。只要再给我们点时间，我们一定帮秦家把他弄出来。很好，只要这次办成了，秦家保你们叶家富贵无忧。富贵无忧，我看你们是活得不耐烦。林凡，大伯，果然是你。林凡，你倒是来得快，可惜你既然来了，那就别走了。少主，这狗东西在叫人。正好，省得我分2趟上。林凡，你还真敢来，正好，省得我们再去云顶别墅找你。又是五部这帮废物。林凡，你真以为自己无敌了？今晚这里就是你的坟场！你这种货色，没有给我立坟的资格。一起上！张龙死了，不好，快撤！林少饶命啊！我们错了，我们再也不敢了。你为了荣华富贵，连我都能买。我给过你们活路，是你自己不要。倾城，倾城，你快替我们求求情，我们可是你的亲人啊！破天，在。拖出去，废掉4只，扔出江城。
从今以后，我不想再看见他们。明白。江城这边算是都清了，该跳出来的都跳出来了，剩下的都在狱警。林凡哥哥，你是不是要走了？该去狱京了。我林家的仇要血债血偿。倾城，等我杀了秦家，救出尊主，守住龙脉宝固，我就回来娶你。大哥，兄弟陪你进京。少主指到哪儿，老奴就杀到哪儿。传令下去，明日入京。林凡哥哥，到了狱京，一定要小心。放心，能杀我的人还没出生。这个你带着，以前你不在的时候，我总想着，等你回来，我要把它亲手给你。好，我带着。大哥，江城都杀完了，狱京可得让我多打几个。你别抢得太快，给老奴留几个练练手。少主，倾城小姐这边我留下最稳妥。好，你留在江城，暗中守着倾城。是。沈苍，随我进京。遵命。等我回来。我等你。林凡，老夫曹鬼手，玉京黑市供奉长老，奉秦家之命，在此等你多时了。黑市一群下水道里的老鼠，江城那种小地方也配和玉京比？这里的规矩是龙得盘着，虎得卧着。林凡，交出青龙符和神农鼎，再自断双手，我可以留你一条狗命。去秦家谢罪。说完了。怎么，你还想反抗？我是想看看秦家派来示我深浅的究竟是什么货色。现在看到了，真让人失望。找死！给我砍了他！老夫鬼手剧毒，斩父击斧！林凡，给我死！你就这点本事，也敢拦我入京？你不能杀我！我背后是玉京黑市，黑市之主谢三爷和秦家关系莫逆。你动我，就是跟整个玉京地下势力为敌。正好，我也懒得一个个找。说，秦家在哪儿？我不知道。啊！我说，秦家今夜在秦王台设宴，秦王台谢三爷，还有一副秦家的豪门和高手都会到场。他们放话要等你自己上门送死。主上，这是鸿门宴。鸿门宴，那就去赴。我让你们走了吗？进城，今晚我就去把这场宴吃成秦家的丧席。
他就是林凡，就是那个在江城杀穿4大家族的疯子。阁下可是林凡？是我。秦家主有令，林凡若来，可入台。不过，你身边这些人只能留在外面。你算什么东西，也敢拦我？这里是秦王台，不是谁都能撒野的地方。你们在外面等着。是。若我出来前，有人敢离席逃命，全都杀了。少主放心，一只苍蝇都飞不出去。林凡，你总算来了。我来了，你准备好死了吗？放肆！这里是秦王台，不是疆场。年轻人够狂，可惜在玉京，太狂的人通常活不长。林凡，你杀我二弟，废我秦家高手，罪该万死。不过我愿意给你个机会，交出青龙符和神农鼎，再跪下磕1000个头。我可以给你留个全尸。机会？今晚不是你给我机会，是我给你们留遗言的机会。小畜生，你也配在我等面前放肆？秦家主，何必跟他废话？老夫金九龄，玉京金刀门太上长老，先替诸位斩了这个不知死活的东西。那就有劳金老了。能逼我亲自出手，是你的荣幸。老东西，你废话太多了。什么？这就是你的本事？还有谁？难怪能从江城一路杀到玉京，果然有点本事。我乃玉京黑市之主，半步王境巅峰，死在我手下，你足以自豪。哼，在我眼里，你不过路边一条。你找死！你就这点本事？北凉斩！我败了。这就是你秦家的准备？能逼我现身，你足以自傲了。风先生，本座风九霄，尊主座下第一客卿，10年前便已踏入王境。林凡，今晚你的路到此为止。真正的王境，震天手。那我也看看你这个王境有多少斤两。山河印。年纪轻轻如此实力，难怪尊主一定要杀你。真正的王境不过如此。林凡，你不是王境，却能接我一掌，确实出乎我的意料。
但也到此为止了。这是风先生的绝学，九霄灭轮一出，铜镜都难打。九霄灭轮。你有绝学，我也有。北凉开天！你竟能伤我！大哥，我没事。林凡，你这样的妖孽，绝不能留！林凡，尊主已经等你很久了，你若有胆，就来秦家祖宅。少主，要不要追？主上，刚才那钟鸣透着龙脉气息，只怕秦家祖宅就是入口。既然他们把门打开了，那我们就去秦家祖宅，把秦家和尊主一起埋了。站住！此乃秦家祖地，擅闯者死。就凭你们？少主，门口这些狗东西，老奴先替您清了。杀进去！今天之后，我要玉京再无秦家。林凡，你还真敢来送死！尊主在哪儿？你也配直呼尊主？既然他不出来，那我就先屠了秦家，再把他逼出来。主上小心，是阵法。这是锁龙阵，借秦家祖地之势而成。就算王境巅峰入阵，也得被活活困死。给老子碎！林凡，你再妖孽，今日照样要死在这里。你未免太自信了。区区锁龙阵也配困我？给我破！林凡，这锁龙阵借的是我秦家祖地之势，你越强，他压得越重。今天我倒要看看你怎么破！没用的，此阵专克真气气血，除非你的力量能超过整座祖宅，否则根本挣不开。那我倒要试试。主上把青龙符和神农鼎的力量一并催动了，给我破！怎么可能？稳住大阵！锁龙阵灵，镇杀！少主小心！不好！镇山河，开天门！连锁龙阵都破了，还有什么招？放出来吧！林凡，你欺人太甚！我以王血祭天，换一击绝杀！斩！这不可能！尊主，你还不滚出来！
说？3年前灭我林家，把我丢进宁江喂鱼的人，就是你。不错，是我。老东西，你总算肯出来了。破天，此人比凤九霄强太多了。你们不是对手，退后。林凡，我倒是小看你了。3年前没杀死你，竟养出你这么个祸患。祸患！我今天来就是送你上路的。凭你以为杀了凤九霄就有资格站在我面前狂吠了？你不是一直在查龙脉宝库吗？入口就在这祠堂之下。300年来，林家只5庙，神农阁守1庙，可惜到了你这一代，还是守不住。所以你灭我林家，就是为了5庙和龙脉？不错，龙脉宝库内藏大夏最后一份黄道气运，得知便可踏出那一步。你果然已经摸到那道门槛了。看来你也一样啊！难道朱砂和林凡都？林凡，你原来也踏入了半步黄境。少主竟到了这一步，你也不差。半步黄境，难怪你敢觊觎龙脉宝库。宝库之门开了。林凡，宝库已开，可惜你注定进不去。今日我便先杀你，再去黄道气运。3年前你毁我林家，今日我就拿你的血祭我林家满门。黑龙副天长，有点本事，可你一样要死。林凡，这是我为踏入黄境准备的杀招，你能比我提前动用，也算死得其所。黑龙吞噬。我要与医药融合了。断天！好一个林凡！可惜，你我终究都只是半步黄境，谁也压不死谁。黄道气运是我的。想进宝库，你得先问过我。黄道气运，我筹谋30年，终于等到了今天。你也别碰他。林凡，你找死！既然如此，我就先杀你，再取气运。黄道之下，我无敌。林凡，死！顶刀开天！你竟还能挡我这一枪？杀不了你，我就先夺气运。只要我陷入黄境，你还是要死！什么？这是先祖认可。不可能！
黄道奇遇为何会认你为主？因为我林家守了300年的东西，本就该由我来取。黄景，你真的跨过去了，不错，半步之差，天壤之别。今日我便让你知道什么叫真正的黄境。我不甘心，我筹谋30年，怎会输给你这个黄口小儿？你输，不是因为运气差，而是你心术不正，妄图窃国夺脉，根本不配称黄道。黄鸡斩！我输了。恭贺少主登临黄境，大哥无敌，龙脉已定，大夏无忧。爸妈，姐姐，林家的仇我报了。林凡，哥哥。我回来了，答应过你的事，我都做到了。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回来。